拜托恁啦，甲阮行销阮的福联利啦，哎呦哦，甲阮的好吼，讲互咱全世界人知影安尼。哦，看到小怪啊！哦，哇，足水的呢。干啦！这大啊！哎呦，感谢。我想困一下，你先看内底我是啥？看来底是啥吼？再接再厉。我要安怎行？来，我给你倒卡手。安尼。还袂开始，我已经想要回去啊呢。我会放啊！哦，大家开始。哎，高赞！哎呦！哎，阮的车伫遐。你后应该车顶等阮啦吧？系啊。对啊，伊拢足准时的。你后的啊，阮来啊！哎，你后啊！哎，上班无人呢？会走去倒啊？你后，嘛无物件，你后。还是去遐？敢遐？哎，奇怪，附一出的。即摆咧算米烧吹哦，是要去倒位吹？你后，上班啊？敢遐？无啊，无人啊。你后，你你后。倒位啦！紧的好无？无采人的时间要上班啊呢。你后你是走去倒？啊，甘蔗？啊，这下要安怎？啊，减一个，真正无人啊。哈？你看我的目睭有看到迄首有无？这我哪会无看到？无啦，因为伊吼咖啡色的，对无？哦啊，甲这后壁的色吼，融为一体炸掉啊。炸掉的。嘿啦。哎，这内面有几个物件吼，一个是拍立得，去相机啦。啊，搁一个是拉里奥，收音机。哎，这久无看，这是拢放在 tape 迄啊，种。啊，一个是讲，请用我的，请用我翕美丽人事物。好，哦，啊，这啊，是。遮有一个这个海的这个，讲是啥？对啊，这北海岸上水的风景啊。哦，这海啊，搁有一寡岩石地形。啊，搁有一个任务卡，就是要行销福联里。福联里，福联里敢是就在咱遮附近哦。啊，这是不是要参看卖？这讲 boss 互咱的任务。对啊，一般来讲是安尼吼。还要起落啊。嗨，巴蒂总裁，我是 Leo。你刚刚就奇怪，是咱其他日我人无出现。对吗？其实我和 boss 爱到别个所在去出任务啊。哦。是吗？我都甲恁做伙行动啊。哦。甲恁做伙的时间实在是足快乐的。哦。但是你不要烦恼，我有请 boss 甲恁找人斗相共啊。哦。但是你唔通有新的人就袂记得我这个老朋友啊哦。加油加油，我会心甲你做伙，爱你哦。哦，无啊，无啊吼，你哦。会淡薄希望你哋能够新的人合作。合作，我头拄仔讲唔对。希望你哋能够新的人合作。后壁无啊啦。卖袂记你股东做诶。无啊啦。哦，哎，迄真济啦。伊这后壁是重录的。后壁爱卡条的啦。你害我拄着一个足感动的情绪起来，啊，即摆拢无啊啦。我想讲伊甲阮两个做伙压力足大的。无啦，就是。结果是去互朴树派啦，派去做别项任务啦。安尼无咱来先翕上好啊。先来自拍好啊。好啊，先来自拍。哎，用这自拍是真正得考验你的哦。有啊，遮有这我足够。哎呦。这自拍。哎呦。1、2、3。2。
有底片吗？有呢，这袂歹，即马用这去上为迄个感觉。重点是吼，伊叫咱翕迄落上美的零食物，咱是啊，是嘛？因为这个台湾上美的风景就是人啦。啊，你看，迄条最好的呢。哎呀，是无？不怪是咱网糖，不网红。但是我是感觉吼，这一定是线索嘛？线索，啥还是因为这个所在可能阮爱去找看卖，啊，伊一定嘛甲福联力有关系。这看起来敢是一个动物啊呢吼？那倒位？敢若是一只迄个，为倒位看？一只蛇的啥倒在涂骹。啊，哦，用刀啊去找看卖。用 Google。用 Google 啊刀，我帮你摕。我来摄取，看找有这个所在无？哦，是这吗？来第一区哦，有成呢。哦，就是这啦。行。我其实较早拢是来这唱水的呢。是哦。哎呀，我真正无听过这个理呢。哦，来，对，这就是来，这所在做来第一区啊。系啊。所以这地质拢足水的。而且安尼远远啊看，敢若就是阮要找这呢，火龙岩呢。哦。敢若有看到一个影，唔知迄是迄阵是啥哦？我觉人多呀。迄敢迄阵？是啊，这成的啦，一只恐龙啦。哇，这神奇的，那谁啊呢？还有一只鱼啊！哦，这活泼的咯。这鱼啊，很老爱哦，吼。美玲，敢若美玲鱼哦。美玲鱼呢？哎，美玲鱼。无啦，重点是这只恐龙啦，这有水呢，这。火龙岩呐。火龙岩有水呢。莫怪吼，火龙岩顶悬坐一个美玲鱼。系啊。不过这美玲鱼是啥？真正是美玲鱼呢，看起来足白呢。好，我是海林王牌来输者杨静兰，今两个人来这一定是想要跟我翕相对无？我要翕吧，遮热。爱做伙翕吧，伊是叫难伫个所在，而且我有一个细汉的爱出来。你讲咱来这个火龙岩，甲你做伙翕相。对啊，我细汉伫倒位？细汉的出来。哈，细汉，相信你细汉，我是龙虾的，我比你较贵，比你较大只，我新加坡来，我是进口的。想偌久你知影无？你是鱼啊，你真是啊细汉。好啦，你上，我要翕相。你是龙虾还是暗酱？你看起来较像暗酱。暗酱我是来，我帮你翕。好来。1、2、3，但是我要你别翕啊！来啦，用皮啊帮我翕一个。对啊，你的手来。你的手你，我的手。你啦，你讲你啦。喂，你手动去了。你来。好，在。龙虾拢拍甲熟去啊，龙虾。哦，23。好看呢。真正是火龙岩。安尼好无？你看这个。我想要去看卖我是 OK 啦。大家有法度做伙甲这个火龙岩共一张无？好，安尼。我看迄个。你看要安怎洗？要安怎叮当？足歹等的呢。我是无方便哦，我无方便哦。你爱做伙来遮。安尼敢若会使哦。来。有啦，安尼有火龙岩吗？有嘛？耶。有吧？好来，1、2、3。迄了。好来。不要等伊食。安尼好哦。无，稍等咧，重点是 boss 派你两个来，是有啥物任务吗？对。你甲你讲，爱找相。起码就是阮两个人要带恁去找这个任务的委托人。委托人哦，真啊。委托人啊。所以你专工为海底安尼变出来，就是要带阮去找委托人。对啊。较麻烦。较紧啊，就抓，行啦，行。你安尼直接去吗？会使，我要变。你甲伊抱啊。欠钱，变心。我想要有人的卡啦。我知啦，来，特别来。来找委托人，一粒着你无水啦，你无水无。卖自己哦。我甲伊变，会使袂？我甲伊变。变卡出来。抱来，摸法。
很新，变啦！哇！变回来啊！变回来啊！哇，有缘投无？哎，有呢，变回来我发现，水无？水啦，发现拄啊会你较好看。哎，用皮正，莫有白讲。所以恁变回来了，今晚要系啊，今晚要阮找去倒位姊？嘛，就是要找恁去找即摆的广告人物委托人啦。哦委托人啊委托人啦。哦，这个校长加李长啊，等足久了。啊，对啦你过来，嘿，好。校长还有李长，领导领导上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好人你好，冲啊！北区孔寮区好人你，欢迎你们，欢迎你好你好，哎啊你徛这悬要创啥？足热呢！哇！哇，无怪你要徛这悬。啊，哎啊，这位大哥安怎称呼？我是台湾头糖水的福仁里的李长，哎呦，我是台湾头上拍拼的校长，好屌！哦，恁遮讲话拢爱遮大声了对啊！我这上水，所以讲我爱介绍甲较大声一个。好，无问题。台湾省的人知影讲，这个所在有遮尔水，这个所在吼叫做马澳湾啦。哦，猫啊，耳啊，我这个渔船就是台湾上东的嘛吼，上东的地标。我这个说，我的里吼上有名的就是马港渔船，吼马港迄个所在就有顶头有一个山顶个灯塔，吼，伊就是台湾上东的地标。无安尼我知啊，所以阮早起提这行销福人里，就是两位委托人啦，对对啊不？，大人物啦。对，我为了拜托恁啦，甲阮行销阮的福联里啦，哎呦吼，甲阮的好吼，讲互咱全世界人知影安尼。算讲里长啊，还有校长两个是上了解这个所在的，对对无？所以咱委托咱爱甲这个水行销出去啦。对，拜托恁啦吼。代表校长家国小嘛是想要找阮做啥物吗？因为阮的毕业典礼是讲全台湾算足特殊的。哎，这国小足水的呢。对，因为阮学校边仔就是咱遐水的猫儿湾，所以阮的毕业生当日要毕业典礼时，吼，拢爱跳落水后船啊去对面，啊，搁为对面唱水回来，哇，唱水回来，啊，搁上尾会伫遮做一寡放流的活动。我感觉这因为台湾算讲是一个海岛的国家，其实爱上水是大家拢应该爱会晓。对吼，阮这个校长就认真甲讲，这个学生囡仔伊毕业以后吼，我都有千几公尺的一个证书，还有一个唱水落去放海胆、放高亢，哎呦，吼，啊，迄个毕业证书就是校长伫下底遐。迄个学生啊，伊无装备哦，完全无装备，安尼沉下去吼，摕迄个毕业证书，总共有这两个证照安尼。哎，这真正就厉害，我听了就感动的。安尼，阮阁有迄个百几年的石老厝，过来就是当初无这条路的时阵，你甲看，拢有乖的古道，淡南古道，搁一条支线，吼，为好良家撑来到阮这个马河湾。办公室报告，同财、巴蒂、严正南、黄进伦，恁即摆的任务就是爱帮福联里行销广告，但是要行销一个所在，难度真悬。为着要互恁搁较了解这个所在，请恁分做两组，一组前往猫来古道，另外一组爱去体验福联国小的毕业传统。插水味落去海里，找任务卡。我惊恁大家对海较清楚，特别派美人鱼来协助恁，找到任务卡才会当上岸哦，知无？噔噔噔噔。这个朴树刚刚无啥像唱歌，噔噔噔噔嘛，是爱做。安尼爱分两组，对，一组去古道，啊一组爱落海，唱水的。爱唱水的。林布卡伫咧海底，嘿啊对无？麻烦你了，麻烦你，麻烦你吼。我水无多。你水无法度哟。我无，我嘛是共款无法度。你若无安尼，阮去爬山。安尼你会使吗？你水。我会使，我过去，我过去，我过去。卖讲遮济。上山的对我，下海对下顶。好，加油姐，加油姐！加油加油！来加油姐！加油加油！ 1、2、3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加，拜拜。再见哦。好，来去。来，欢迎。高老师你好。阿伦，阿伦，当啊，当阿伦，阿伦，恭喜！咱今仔日爬这条吼，对，这条无甲外好行嘛，无外歹行。这条叫做啥？猫是来猫来古道。猫来古道，来端。来，唔是来哦，
来，来来意思是啥呀？开垦，毋是这爸母的话。嘿，乱乱溜溜绕绕，来，急急，不积极。嘿，蹦蹦啊，嘿，皮皮嘎嘎，这拢是哈。咱这边拢开始拢爱爬桥。哦，对。好来，我看了行，就艰苦诶。较慢的哦，较慢的，嘿对，啊，咱这即摆较凉啊，对唔对吼？对。啊，你嘛较凉了吼，开始爬山。嘿，爬山咱你来优秀啊，这边吼，油脂网国语叫做定制网。是。啊，这个油脂网吼，我来遮收网啊。嘿。收网啊，掠鱼啊。嘿。系啊，啊，阮去宜兰卖啊，阮去卖啊。哦。啊，所以这条就是阮英国马河甲来，马河英国带千外个，来英国带300几个，嘿。即摆剩30几个。所以因最主要掠鱼仔人就是要来烧油脂网。啊，你若做实人吼，要出外要去宜兰的，我就行这条啦。了解。啊，台北个就无啊啦，台北就去可能坐车。台北就直接坐车啦。来哦，交无几步来优秀啊！好。啊，你行较慢的啦。来，老师。来，无我要行来遮等。阮第一照1杆、2杆、3杆、4杆对吧？对。啊，你就照这行1杆。嘿。吼，对，咱即马吼，这个爱打正骹，这个打倒骹，所以咱头一骹铺起，啊，这个正骹。哦。有啊，这个第2步唔知使打在遮。对。哦，安尼哇，正骹倒骹，正骹，嘿，正骹倒骹，正骹倒骹，啊，就起来。好。啊，就简单咯。好，娃娃。嘿，对。先正骹。正骹。倒骹。倒骹。哎呀，搁1杆，正骹。倒骹。好。简单吼。会使。这个步数也要吼。正骹。嘿，对，就简单。倒骹。嘿，啊，搁正骹。哎，手爱叫啊，我来行，哦，来搞，其实真简单。系啊。哦，来，好来。来哦。行吧，阿南啊。嘿。哇。准备好啊。好来，你豆豆。啊，我豆豆行。啊，那我先来。你嘛是美人鱼呢？对啊。新的卡。校长叫咱来。伊若无讲详细讲要创啥？这唔是。校长你哪会遮？缘投的校长。对啊，啊你头拄唔是甲你长伫遐开讲，啊那样个装备拢穿好啊。哇，你足漂白的呢。嘿啊，足好看呢，敢若海王子诶，海丸子啊不。海王子。听讲你即摆要去找美人鱼对无？对啦，美人鱼伫倒位？啊，我有听讲，今仔日美人鱼哦会唱一个唱伫一个所在，就是阮学校毕业生毕业典礼是唱水摕毕业证书的所在，所以我等下带恁来。算讲美人鱼伫遐伫等阮啦。对。安尼校长专工来就是要带阮去了解遐个所在。对。因为其实海的这个活动嘛是淡薄危险。安尼差不多。好，你嘛准备好啊嘛？啊，准备好啊。好。准备好。行，好行，来出发。哦，遮有迄咯。有一点仔胶。有一。嘿。你遐咧无问题吗？嘿。下手举拐啊，左手举翕相机。嘿。袂歹哦。嘿。哦。艰苦的还未开始。未开始。艰苦嘛。我已经想要转去啊呢。艰苦的还未开始吼。这个叫无艰苦，跳这山。这边哪行啊？你哪行哟？你爱救手啊？啊手啊吼，来恁救一下。我救一下。等下你说你淡薄吼。好来哦。即摆头前吼，等下你救手啊对吧？啊你唔好救，因为你若救手啊。我脚伤底啦，我脚伤底。你会去影响到。所以手啊吼。啊，一个人。哎，对，一个人救好啊，唔好做一人救的吼。好。安尼较安全啦。好，啊，我帮你接。变。你行。喂。哎。赶快吼。好。哎，头前溜手啊，下人后壁唔好救啊。这有一个会使会。啊，我要安怎行？来，我甲你斗骹手。安尼。咱拄仔你讲的斗骹手有无？斗骹手。嘿对，有骹阁有手，斗骹手。
倒骹手是新加坡的讲法。无啦，阮台语就是讲台语。倒骹手哦，倒三工咧。倒三工啊！来啊，手爱扭哦。哦。啊，豆豆扭哦。好。扭手的时阵爱头前后壁扭，你唔好安尼扭，安尼上袂去哦。所以扭手啊吼。好。爱安尼头前后扭。我无法度，我纯一手。哇，你会纯一手嘛是头尾扭啊，啊论。安尼吼，安尼。会使会使。哦，头尾扭，头尾扭哦。头尾扭好。来，头尾。嘿咻。头尾嘿对，头尾，对。头尾。讲今仔日美玲鱼唱伫遮哦。美玲鱼这个时间会算。美玲鱼伫遮。美玲鱼。我的姊妹啊，美玲鱼。你小妹咧？对啊。美玲鱼在倒。问者。我有看到。小怪啊。哇，足水的呢。对啊。哎，遐时啦真水的呢。犀利啊！哇，哎，这骹手真正有美呢。你的任务就伫海底。哦。澳大你就对我来。哎呀，甲阮呛声呢。哪有问题？阮两个做伙落拢无问题啦。啊，咱啊惊。哈，其实吼，我的骹吼，即马拄则是 brand new 的骹，若是我落海吼，我会变做泡，会变做 bubble， 会变做 bubble。啊，你唔是美玲鱼吗？你佫袂使落海。啊，我就为着恁变做人啊。真假啦，即马变，算讲变袂转去就对啊。对，袂使。好啦，安尼无我落去找，啊，我若是找到有啥物件，啊，你在遮。嘿，我等你，我等你。你等我。好。啊，就是这吼。我有看到下口有足侪干仔呢。对啊。啊，校长，今仔日你的任务拢伫咧水底。啊，拢伫咧水底。对，所以你爱会赶快。好，安尼我就落啊。啊啦啦，我要落去啊，等我一下哦。好，来。看起来敢若足好耍的呢。我足热的嘛，足想要落水。还有，伊的气势真袂歹哦。啊啦妈，我摕到啊！哦，赞，紧收过来哦。特别收了无输美玲鱼呢，足厉害的。你敢会使？知影头拄迄只美玲鱼，哪会遮喘？足远的吼。不哩啊深呢。是吼。对啊。啊，我问你吼，内底敢有海胆？足济诶。真是咧。海内底足济生物咧，啊，佫有足济鱼仔诶。啊，你等下敢会使甲我炸一个海胆转来？你当作这恁兜冰箱哦。对啊，我就想要食呢。来啊！哦，这大啊！哎呦，感谢。我先困一下，你先看内底是啥？我看内底是啥吼？哎呀，够有1000块呢。什么？啊！再接再厉！优秀，哈签。这豆仔拢足变态。哈签呢？优秀呢。老爸要你甲我舔死。加油！哇，哎，你看这啥？皇帝。皇帝哦。对。长水大拄啊好。真正。哇，安怎有一个皇帝区？系啊。哇，够肥啊咧！啊，你有咋？我有咋。是啦，就是咱鸟啊，迄是翅膀。哦，是啦。啊，因为阮恁过囥地的所在吼。换你。囥地的所在有啥？有一个敢咧房啊吼，啊甲弄斜，啊所以阮就讲即种叫做室啊。鸟啊，迄叫做室，啊阮皇帝的所在叫做室啊。
你看，迄啥？山丘啊咧，这够水的呢。就细。我伫山顶爬遐济年，毋捌看到山丘啊咧点点了，咱翕的。哦。咱大陆有3种鹿仔科的，啊，这从细只。吼，啊，这只谁啊拢唔惊咱。我知影，当下你伤水啊，看到你都袂走。哦。啊，你再缘投。谢谢。嘿啦，你一个伤缘投，一个伤水哦。无怪你拄则会讲你迄落什么梅花鹿。嘿啊。你因为伊梅花鹿水鹿啊，伊身躯就像哇，有像鹿仔对。鹿仔对。对啦吼，啊，这只吼有影啊，毋捌看过人，所以唔惊啦。我因过吼，你山顶看到球啊对吼，我生了较歹，有一个走去。哦。恁两个较缘投，较水，伊拢袂走。伊较久呢，伊谈遮谈足久的咧。啊，走着走着走着。哎，妈妈叫伊啊。系啊。啊对对。继续讲危险吗？行。哦。咱继续来，这边。高老师啊，你拄则讲的，先看到你拉力啊。拉力的坑。哎，这就是坑啊，这古坑。古坑，安怎讲？迄边遐有新的，有啥叫古坑了？即马无带入遮。哦，安怎看？你哪知影无带入遮？这土拢边仔拢无土啊。哦。啊，你也边仔佫有土对无？最近挖的。啊，你看，这有土，有啊。哦，这就是伊挖出来的土。这个挖到着啊！你来看，你来看。来，足深的。其实内底不止一坑，这个叫做厨房。这叫做客厅，这边叫做便所。哦。啊，你嘛唔捌学爸母以后，万一无大吼，伊会去带别项的动物。哦。你唔知影走出来是啥物动物？伊别项的动物袂晓挖坑。嘿。啊，即摆哪里挖过这古坑对？对。就变别种动物的坑。啊，别种动物是啥物动物？唔知。有可能是鸟鼠。有啊，有可能。有可能是蛇。拢有可能。鸟鼠。所以看到坑哦，你莫想要甲看咧。咱你个卜者走物件出来。哦，你来打迄个。哪里做无胆？嘿。啊，伊食啥个呾？食啥？食蚁兽同款。伊拢，比如拢食狗遐。哦，伊食狗遐。啊，所以伊唔用食，伊拢有锁。啊，所以伊会啥？伊再讲爬树啊。嘿。爬树啊顶啊锁狗遐。哦。啊，这个所在较无伊就搁换位，这个所在较无换位。一方面是搬厝，一方面是惊死。啊，所以伊，吼，人讲狡兔3坑。啊，伊这吼。一年就挖过来坑啊！哦，所以是伊这土挖出来就知影是新的啦。对，这土看起来是新的啊。这内底有当2-3米咧。哇！系啊。啊，阮敢有可能看到伊？较困难，因为则无胆。阿罗哈哈拉哩出来啊！这咱伫台湾北部的山区较有，是南部的较无。是，了解。来，继续行。咱来去田头公。田头公是啥物？田头公就是家己拜的土地公。哦。哦，安尼吼，特别互我等遐久，敢是伫咧内底甲我的美玲鱼姊妹啊谈恋爱？我拢要变鱼干，伊阁无来，就慢呢。特别伊敢会使较紧呢？有没有进步？水就找到一罐。来啊！辛苦啊！搞一个。好，搞一个。来，看敢是？安怎？我刚美玲伫底遐，敢会看电视，我无要甲我斗3工嘞。夭寿。真正。足忝的咧。拄则这明显会顾吼。啊，即马这来开啊！这罐。拜托。我明显会顾啊。我干嘛呀？我看要无体力啦。来。一般白只红的代表内底应该有物件。哎呦，是好诶！啊，有哦，不是再接再厉哦。啊！最好的签，上好的签。啥？上签。好。恭喜您完成这项辛苦的任务，请即马随时来去阿万的柑仔店，我有准备好食的买，互您补一个啦。哇！
你有准备好料的呢？有产好料的吼。对对，阮嘛应该选比这个好料的传一个互恁食，互恁食好料的啦。你讲伊要食，你嘛要食？对啊。要食啥？海胆呢？海胆。嘿。啊，你不要家己去办咯，海胆。你管遐看，你啊，人咧食面，你咧花烧，人咧掺水，你咧花烧。哎，等下，你看，美人鱼敢若要收过来呢？有吗？美人鱼，你找阮敢是有啥物代志？对啊，你有一摆讲了。哈，无想到你遮紧就找到啊！假讲诶，我是合作海王子，落去30米诶。好啊，这是你的 bonus 啊！啊娘喂！哦，你英语讲了比台语搁较好。嘿啦，因为迄美人鱼是阿毒啊，嘿啊，所以安尼好，感谢你，我知影。这算讲博士互咱的，应该是足重要的资讯在内底。感谢美人鱼互阮这啊。哎，啊，咱遮做田对吧？吼，所以咱爱有啥物物件？啊，土地公，咱来拜土地公吼，土地公要到位啊。你倒位到啊吗？啊，要到来。要到啊吗？百几年的土地公哦。有啊。哦，有呢。哦。百外年的土地公。哇塞！这石头起的土地石头啊，真正是石头起的呢。那这间庙本来是较山顶。田头田尾土地公，对，吼。民国60年进前，伫咧。这是山。哦。啊，这讲梯田，梯田叫无啊田。嘿。哦，那几年了，阮遮做大水，做大水搬厝就出去，啊，阮遮田就无做啊，阮拢有人来遮拜拜。嗯。这关区的啊。嗯。系啊，吼。伊是关区的咧。对，啊，咱有田头公，像你讲田头公，田头公嘛爱拜，有拜有保庇。系啦，有一个证明。对对对。恭喜你这个海底任务完成啊！谢谢校长。哎呦，任务等下3晚晚的找你长。哎，到找你长哦，对啊。等一下，咱也阁有工课，哪有遮尔简单就达成任务？食好料的咧，想要食好料进前，恁去李阳宫找里长报道，请因带恁去熟悉某学这个所在。校长叫咱来李阳宫是要创啥？到啊。这就是李阳宫。伊讲里长敢在遮等阮呢。找看卖啊，里长。啊，这宫有啥物特别的？一定要约在遮哩。看卖啊。对啊。里长啊，里长敢在遮？欢迎啦！嗨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来到这全台性独一无二的希腊关系辅助李阳公庙。哦，欢迎！我就想讲，那一定要约在遮，是因为遮足特殊的哦。嘿，因为你是全台性独一无二的。挂希腊的观世音辅助，挂希腊的观世音辅助，一般哦，靠海拢是拜妈祖娘娘较济，但是观世音菩萨较少。观世音嘛算讲是我的客户啦吼。所以讲就是讲足，嘿，叫做独一无二的吼。阮头一尊扣的是伊的本尊边仔跟谢尊迄尊，哦，伊个扣的迄尊，海边也扣着，海边也扣着，嘿，啊扣着以后，因为伊足灵验的嘛，要互游客看到伊的庐山真面目，因为穿着衫较庄严啦，所以讲阮爱甲一尊甲伊献价，互恁来看。这算讲咱这个渔村嘛，就有年纪，对，大家拢是信奉这个观念。因为咱来看伊的古镜吼，遐有写吼，像讲是吼，光绪壬辰年修重修，伊光绪年间。伊重修的这个石条，阮就来扣起来这记啊。哎，这不得了！伊伫光绪搁较头前，阮伫海边啊扣起来，用石头做，用土角做起来做的时阵，就无扣起来，无扣起来，啊，迄足遗憾的。啊，好在伫这个光绪吼重修的时阵，这石条阮就甲扣起来。所以你讲这土角厝就是历史足久啊？对。这附近搁看会到吗？土角厝是看袂到，石头厝看会到。石头厝搁看会到，石头厝看会到，足多的，咱等下来去。我带恁来看参观，看石头厝。再好好甲推广出去哦，无足多人拢唔知啊。这就爱拜托恁啦，拜托恁啦，咱先来说。好。来这拄啊，咱去宫庙嘛，对啊。这样来就是要来看咱的渔村的风景。哦，这足水，这足安静。正边是咱的渔港嘛吼。渔港啊。啊，这个海坪内底伊最大的时阵是拢足好囡仔啦、大人来耍水一个所在。嘿，心态足好的吼。对嘿，啊，正边是看咱的海坪嘛吼，咱的潮间带吼。
啊，倒边遮就是咱的上有名的海产鸡。啊，来到渔村就是一定要食这上有名的海产啦吼。上重要。像咱最近哦，朋友你讲的有迄个海胆，这拢来了，当时的来了拢有通食。就是的，拢小，拢当就是现老啊的啦。对，拢现老啊的对。对。这边啊，实力的藤壶啊，对不对？台语叫做七把雕。阿兰啊无食过呢。阿兰嘛无食过。伊无食过，阿兰无食过啊，我嘛无食过呢，要安怎？阮两个拢无食过呢。其实我食过摆。啊，藤壶台语要安怎讲？七把。七把。伫咧叮当呢。无啦，叮当。迄是，迄是阿姨仔的手咧动。阿姨手咧动。嘿，咱阿兰啊。我食看卖啊。试看卖啊啦。迄看起来食足多呢。啊鸟喂！啊鸟喂！哦，都挺香耶。哇！螃蟹，昂钱呐，昂钱呐，螃蟹的味道啦，哇！啊，螃蟹的味道。哦，来遮一定要食这。你看，互咱观众朋友看，你看这大粒的，代表咱遮的这个海哦，足清气的，没有污染啦，无污染呐。我无讲过这大只的呢。你无看过这个？来，无恁看这个梯田吼，这个梯田阮家己拢讲叫做瓜菜。哦，你讲这样咧？对，我是讲，啊这吼有啊，这石头贴的果坎，坎卡的坎。坎。哎呀，顶头嘛佫有一丛。哦，安尼像楼梯安尼。对，像楼梯。哦。像楼梯，所以叫做梯田。啊，阮你讲的讲瓜菜，蛋糕的果啊有啊，一格，所以阮讲这叫做瓜菜吼。啊，这真辛苦。古早人要做这个田，有可能要开1年2年时间。啊，即摆经济发展无法度，叫孙仔保存这田拢无做。爬一个山，敢若去冒险安尼，因为阮看到山丘啊，细只的哦，伊就踮咧遐，足古锥的，足像小鹿斑比的安尼。啊，搁有看到足侪空迄落拉力的空。嘿，啊，老师搁有介绍哦，拉力的空安怎是新的，安怎是旧的。啊，只是一个小小的山，内面遮侪物件，搁有啥你知无？搁有石头起的土地公庙，有互我看到真侪物件。咱出口要到。出口要到啊！爱卡头啊！终于啊！已经完成啊！这啥？这就是古道猫。猫哦，猫来古道，这猫这边哦。是。啊，任务完成有啥物件？会使走啊？当然了。boss的任务卡啊！好，我看一个哦。拜托一个 boss， 你莫来乱好无？咱拄只爬山。来。哎呀，我看看。恭喜你完成这件辛苦的任务，即马随时会使去马港阿万的柑仔店。我有准备好食的，要互恁报一个 boss。哎呦，阿万的柑仔店，你敢知影伫倒？知。知哦，无你小等甲我讲。猫公。阿万柑仔店。因为哦，就有名的。100空一间，所以一定有当找。好，无问题，行，来去。好食的，足枵的，我足枵的。来。早期就无对外沟通嘛，所以讲吼，我都载迄个水泥来起厝，啊，就是拢就地吼。你讲这就100年历史。对，扣起来迄石头。真正拢石头的。对，拢用石头讲的。我想到迄背后迄种古老。你甲看我像这个物件，你甲看我，就是拢。啊，这啥帮哦？拢纯手工打造。手工当的无。手工刻的安尼啦。这其实足稳的，那石头安尼塌落去。这间厝较特别就是早期的时阵哦，咱照你讲石头厝免起遐悬，啊伊遐起遐悬的，伊就是古早时代的米厂、米架有无？米架加米的啦，即出产米的哦。啊伊迄机器大，伊才起这悬啦。我知这较早有一条歌嘛，有几间厝用石头壳，对，正讲用石头壳的，石头壳吼，正讲用石头壳的，嘿，啊人我帮你去学，这是，哇你皮开有水哦，好啊，啊你那熊变啊俏皮，那哎呦，你熊你足高水啊，真高水啊吼，1、2、3嘿。两组拢完成任务，莫讲我逐摆拢对恁伤刻薄，赶紧去阿万柑仔店集合，有
好康的等您哦。哦，头拄摕迄张朴叔讲，这个干妈店就是这啦。就是这干妈店啊。哇！阮当初的迄机仔伫遐。哦，原来是这哦。哇，你绝对是朴叔找的所在。哦，来说你哦，这淡薄仔悬。哇！哦，来说你哦，这淡薄仔悬。哇！啊，穿好哇，海产。哦，有秘鲁。萝包鱼。萝包鱼。哦，啊，这叫做小羹啊。小羹啊。小羹啊，啊个有。鱼啊。鱼啊，虾啊，拢有。哦，还有这四修啊。四修啊，哦，这款靠来我上爱食，对。哎，看咱干妈店拢是卖这种的啊。哦，哎，大概拢足辛苦了后，朴叔拢安排一个最好的物件互食。哎，有用心啊。真好呢。哎，这萝包鱼最有名，因为我进前来吼有食过。你看这包鱼拢这大只哦。肥肥的呢。哎呀，这肥。干妈店赞。那你再另外啉哦。好啊，啉就下来见，我今日辛苦啦。好打。买了卖好打。好打，今天卖好打。一口就好，就是那个。吹掉了，送掉。哎，恁来是转来啊？哎呦，辛苦啊！哇，原来。切草呀！哇，原来朴叔已经帮我传好，就是安尼啦。啊，搁有阮这个鸡仔呢。讲的好食的是这款鱼啊，哎呦。系啊。哇，来。真正是好了，秘鲁哦。那是我想，来先啉者，先卖讲先干杯，辛苦啊！哦，各位乡亲朋友，今日落来辛苦啊吼！啊，你爬山爬了安怎？哦，足忝的。有较瘦无？有无？有。哎，真正较瘦呢。哇，瘦2公斤左右。3公斤吼。系啊，原来阮上尾啊嘛，爬了，伊就叫阮爱来食。哦，你嘛是来。同款的呢。啊，你嘛是来食吗？好食的，好一个，同款啊。好食的啊，好食。今日去迄个马湖村的入口啦，迄入口足水的，足侪拍卡的景点。哦，我甲你讲，因为阮去爬山嘛，阮嘛拢有翕。哦，你嘛拢有翕啊？嘿啊，你看像这乌米嘛有无？哎，这是翕啥会？这是翕啥会？无啦，你看这张。哦，阿鸟尾哦。人才女无。对呢，哦，人水呢，安尼刚好。去真济所在。对啊，阮爬山尔，安尼尔。阮就爬山，你都比我较慢。对啊，无要紧啊，阮帮你翕啊，翕互你看啊，你使收集嘛。我是感觉讲这拢是拍卡的点，啊，若是甲拢总用起来嘛，就无聊的。感觉减什么物件吼？对啊，减什么物件？减咱广告 start 的一寡灵魂。系啊。无安尼啦，嘿，阮两个人吼，先去洗洗。先去洗洗。啊，阮在遮想想咧。阮是暑假。哦。你是员工。我知影。海龙派来暑假啦。我是细汉。你细汉。对。对。你细汉头摊虎，大汉头湾虎。哎，啊你讲啊，这种的啦。我家己个。物件食绕跑输咧，敢袂使安尼？咱来找一寡会当互因灵感的物件。好啊。啊，你细汉时阵拢食啥？我细汉时阵食，哇，有这个饼，这新加坡马来西亚。哦。饼我细汉时阵食这款的。我无食过呢。土豆烤味的。敢若袂歹呢。好食，这个。会当买这？你会使互你的囡仔食。哎。是。我拢食这细汉的时阵。哦，即摆是爱必须是无？我是一个我细汉时阵嘛是有食这个糖。诶，这不哩好食，我嘛有食呢。我搁会食这啦，扣来的糖啊。啊，这个。叫甩炮对无？啊，就危险的这个。细汉时阵，是即马无啦。为虾米？这政府讲较差会惊到。你是讲新加坡的政府讲袂使？仙女棒。啊，你刚想要算一个伫台湾，即马会使？即马会使吼。即马会使。买一个制作单位型。足恐怖的。哎，等下，我想要买这个鸡卵冰。你摕。即马是安怎？你爱买几项？鸡卵冰你有食过无？无啊。这最好食的呢。我草莓哦，好草莓的，好啊，还佫有摕一个布丁的啦，安尼。
好，来，买只久到底买好啊？好啊，你来啊！哎呦，足够水哦！对啊，放红足爱的啊，这对不？翕相最好的。鸡卵冰，这种细修我足久无看到呢。摕到足济。细汉的时阵拢在食这是要互阮看有啥物 idea。对啊，啊，这个恁细汉时敢有食？有啊，这好食啊！一定爱食这个啊。规趟3块，规趟3块。规趟3块尔，你这是哦？一下3块咧，伊这一条3块啦。哦，你咧点抢费哦？哦，就送诶。啊，送哦。我这应该是。安尼贵无？酸梅啊。酸梅啊。对，酸梅啊。小等下你看。啊，拍开安怎？拍开，是不是会使做啥物哈？拍开就拍开啊，要做嘛？做啥？无物件当做是无好。运动啊，你拍开，你讲拍开。阿姨那会遮巧，安尼规个甲拍开。你看会使为遮冲出来。对，冲出来。哇！马后小等2加恐龙。啊，会使哦。恐龙啊。恐龙2个会使做啥物结合？我有一个 idea， idea，今早我毋是种那龙虾头，会使做这恐龙的头啊。哦，因为较早我去迄个日本迄个迪士尼迄个乐园，钓迄个恐龙的头。足适合的，因为咧火龙岩嘛。有。火龙岩拄好阮地恐龙帽。哦。会使，因为即摆有足侪景点，啊伊嘛有拢会互人租物件有无？你免家己炸嘛，你毋免家己炸道具，就会使翕相啊。有时阵去百货公司嘛，想看到即种店嘛，外口一堆道具，啊你要摕啥要翕相拢会使，方便啊。毋是，我会记你吼，迄个米里面吼有互你这个金龙哦。金龙啊？金龙。对啦，因为我一个金龙。对。啥物物件咱较早摕出？啊，这就是重点，你无摕出来。因为 boss 一定搁想要讲啥，拢会看到这金龙来。对啦。哎呦，这做囡仔呢？囡仔太强，我看会去用弄喺头壳顶。你看这。哦，伊敢是想要去嘛？我其实就爱收集这呢，这囡仔太强。因为你去每一个所在，你就会使，你就会使等做纪念。等于讲你爱去这3个所在，才个收集起来啦。哦，你这是算有完整的算过。你来遮啊1、2算。哦，自头算到尾，啊拢爱等囡仔。哦。若是这个囡仔吼，会使。长甲亲像100度安尼，哇，最好的100度安尼。这就是海玲王派来的书架，才想会到的。阮会使先甲迄个概念先画起来。嘿啦，会使有一寡概念啦。所以讲，我感觉这个火龙岩是重点。重点爱有。因为伊伫咧海有无？对啦。海印嘛。海印最好画的安尼。海嘛是一个最好的。对无？啊，然后这高度。高度嘛是最重点的啦，对吧？有高度，高度嘛算中一种高级的。系啊，然后剩的咱过来想看卖。因为这拢是有历史，啊，搁有风景的。伊即摆咧画呢，敢若足高水的呢。啊，敢若要成功啊哦，吼。上这个跑啊，袂使。买家己算就好啊。嘿啦，安尼你画图，阮去遐吗？啊，你是画哦。足高水啊！画啦吼。海玲王的书架。哎呦，这里，哪里？海火龙啦，啊，蟹螺啦，海印啦，高度啦，空龙啦，好水呢！真正你足够画呢。好，敢若亲像迄个青蛙共款的。你啦，好，来。厉害！我嘛想要咱放炮庆祝者吼。庆祝。啊，你新加坡来，你加放几粒啊？算我的。足久无算炮啊。过年的时阵一定爱算。对，来。对无？我足久无算。啊，南妈有算过炮啊吗？有啊，细汉的时啊，我上惊这就恐怖。来，互你哦。啊，我卖出手的吧。啊，我唔知我这是要安怎用。啊，风车足大，会使袂？我会放啊。大家开始。大汉了足久无耍这种宴会啊，
所以即届阁会使来遮福连里，真正足幸福的。 海瓜线、海华线哦。今日无海浦浪，今日拢平的呢，敢若伫外团的。不过咱两天找到足侪所在，像咱昨晚去来嘛，啊，搁有去猫澳嘛，猫澳啊，阮去古道，对，古道。反正阮看足侪所在，但是今日我搁要带恁去一个所在，叫做马港啦。马港，因为猫澳已经去过啊嘛。去过啊。啊，因为猫澳甲马港因敢若是一个足大里嘛，拢是算喺福连里内底啊，所以阮才爱甲看好透透，才知影要安怎甲。就是阮的所在还无够济嘛。对。规拢安尼看拢足水的吼，迄马港哦，100年的渔村吼，足重要哦。这是100年的古厝啊，对啊。来哦，紧嘞，头一个来食。这是用石头头的是无？对。来，我先来翕一张。尴尬，头厝。哇。对啊，伊这敢若偏有迄种古老旧的迄种感觉。啊，阮敢会使入去洗者？会使，遮拢会使入去洗。哦，会使看。无问题。足完整的吼。这真正是人工的呢。对，这一粒就活动啊，你甲看卖者。足稳的吼，稳达达啊你。恁新加坡敢有这种厝？无啦，新加坡较少看哦。够有批呢。这是迄个电视剧啊。哦，这是迄个。阿兰应该知影啦。对啊，花灯初上啦，有无？啊，演员呐。盐引刀啊。呢？阿妈你好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阿妈搞啥？住在遮。嘿啊，我住伫遮。你好。这恁兜哦。遮阮兜。啊，你一人住遮？来，你看一个。少年的拢出去外口，啊，你是老伙仔住伫遮。阿妈你住遮住偌久？我72年。72年。我已经72岁啊。看袂出啦，一生伫遮啦。我伫遮出世。那安尼你嘛就搞唱水哦。所以你嘛是海陆哦。你是海陆吗？但是即马退休啊啦。退休啊。海底是恁兜的冰箱，吼，要食啥家己去。那安尼你定定食海胆无？哦，食甲无想要食，面水，皮肤幼绵绵，拢食海胆食出来。凉皮嘛食甲不爱食。哦，太爱食，凉皮无你。我会使帮你翕一张无？啊，你做伙去。对。你做伙去，安尼。阮是广告 start 啦，阮拍算要食。阮公司台语台啦。1、2、3。哟嘿。好。阮拍算要来甲这个福连里的好所在推广出去，所以阮来遮做功课。迄个啊，100年的古厝嘛。啊这，我已经70几岁。啊，什么你妈妈？阮妈妈、阿公、阿祖。对。哇，拢住遮。对啊。阮来家己翕一个，自拍一个。哦。阿公，哎呀，讲的嘛，足少年嘛。阿公，哎，今嘛，逐工食凉皮哦。好诶，人家我送嘞。真很优秀，阿公。好来啊，做伙哦。做啊，我的少年。啊，你好，做。哎呀，做。哦，1、2、3。哎，好，水。好，谢谢阿妈。阮讲4个去细细的看看的。好。啊，就欢喜甲你开讲的。多谢啊。再来。好。哎，酒花啊。哦，这就是酒花哦。这是酒花哦。酒花是不是一种什么海菜？就是咱定着海菜，咱定拢会啉的迄个酒花冻啊。就用这做的啊！哦，啊先甲拍干啊！有这味，什么味？海味。哎，啊毛白色啦，毛白色啦。迄是迄咸的，迄用炒的，会使炒鸡卵啊。无共款呢。那安尼我感觉吼，这石头厝吼，石头的古厝会使想一个。对啊，这嘛是一个重点啊。吼，就罕的看。系啊，安尼阮阁会使想看，阁有啥会使做迄个炖婴仔的物件。还是讲用阿嬷的面，阿嬷的面，嘛是讲水呢。
还是讲用阿嬷的面，阿嬷的面嘛是够水呢。对啊，一个大头。你若会晓画嘛是会使。但是爱甲阿嬷讨伊的肖像权。好啦，那继续去头前看嘛。安尼佫继续行。来收集一下吼。古厝。古厝啦，古厝吼，拢古厝啦，拢石头啊啦。靠海生活啦，靠海生活，大家对环保面啊，你靠面生活，你是靠啥？你靠歌声，我靠身材，你靠身材，我嘛是靠面，我是面靠着。这个故事牌，足特别的，猫诶，乌猫，那有这？哦，因为台湾其实足侪人，阮足保护动物啦。其实猫啊了后，嘛有迄个山鸟嘛有啦，啊野豹。哦，对，野豹。都有哦，拢是甲迄动物，拢是动物啦。台湾足侪这种野生的动物啦。但是这猫啊是足侪啊。新加坡嘛是有特别的故事牌啊。新加坡嘛有这种猫啊。会使又看卖。新加坡就是迄个啊。肉骨茶对无？肉骨茶，对，因为危险，惊大家食伤，海鸡饭，因为惊大家食伤济，不是哦，不是，啥物？啊，我知影，黄俊伦的故事牌，是无？无啦，那是卖 fans。哦，你会 fans 就有。那个有啥？你有水果，西瓜，拿落来。榴莲。对啦，榴莲啦。为什么？因为袂使你袂使夹咧榴莲，坐车。摕榴莲坐车，袂使。哦，袂使摕榴莲坐车。罚款。过罚钱。收草，草毛毛。草毛，我是收草。榴莲草毛毛。对，收草袂使，你坐公车袂使，坐公车。地铁。啊，那是无拍开的讲会使。袂使，无拍开嘛袂使。有这味啊。啥是嘞？袂使，无食榴莲的人感觉足臭的。亲像鱿鱼啊，鱿鱼啊嘛是足臭，对无？袂使。袂使，罚钱。偌济？偌济？你又看卖。3000块台湾的钱。无。啊，一班。一班才济哦，一班1000，一班500块，新加坡钱，500块，袂使。有一个就特别的故事牌。食的吗？天气。啊，单雷公。嘿，单雷公。好酸的。好帅的。好酸的。袂使放手。不是啦，是新加坡吼。定落大雨，还是甲你讲，互你知有倒位会使避雨。哦，遮大声！但是新加坡的骑乌倒摆的人会使避雨，会使去避雨。但是话讲转来哦，因为阮昨迄婴仔佫有几个图还袂想到。这猫啊，足够水，因为这足够水，啊，敢若遮有，我伫别位无看到咧。我嘛是啊，对无？因为别位你若是去山顶，会使看到什么山丘啊、狗啊，对无？哪里？你嘛知影哪里？厉害。我昨有看到。你嘛有被山看到。系啊。猫啊，这袂歹。好，安尼。家记起来。会使。龙班，我觉得这很像是一个什么老大爷。无，这敢若为阮开的路有无？对啊，林北路。林北。无车啦。对啊。少看。这会使感觉到较早在遮生活的人，足安静的。对啊。在遮生活足好的。当，报事办公室报告，同在巴蒂。严正然，黄正伦，恁的腹肚应该枵啊吼。恁兜的泡面也袂煮好，但是马港的海女已经伫马港的海坪咧等恁啊。即阵满海菜上着时，请恁随去海边协助海女办海菜。我知影恁腹肚枵啊，办完海菜就免食泡面咯。请恁食一顿海产大餐，动作较紧的，若无恁就真正爱食泡面啊！boss 真正阴魂不散哦。啊，无一定要家己唱，无要紧。系啊。你讲海陆吼，爱吹海陆啊。我知影头前遐
好，今天弄有足侪海陆。好，来去。来，进来拌海菜。哦，是哦。哎呀，甲恁斗3工啦！你要办酒会哦？对啦。来办酒会，你知影酒会是啥款哦？酒会？嘿啊，酒会，酒会，这拢酒会啊。酒会有几多种啊？有3种的，有3种酒会的。你讲看了就唔捌嘞，唔捌嘞，你要甲阮教无？哇，你敢是？唔是啊。哦，这是啥物？迄大批芥菜啦。芥菜哦。酒会这就是大本的啦。哦。啊，这就是小花啊。小花啊！小花啊！查咧伊的这啦。无讲啊，这就是红尾。红尾。红尾，这大中小嘛。哦，足侪种啊！你迄就大，啊这中。嘿，我大。我这就大。好大。但是啊，好互伊了解，因为这是咱为新加坡来。你好，伊无看过海陆啦，你嘛看过伊哦。对啊，我伫遮上出名的。遮是我音乐市场啊。这即马海陆是毋是愈来愈少啊？吼，即马剩几个咧啊？有落水差不多剩4个，啊，遮就坐2个啊。全台湾啊，80几位，佫会使落水吗？伊是无落水，阮海基有2种啦，落水有种是爬山。海陆会使做甲几岁？你会使做甲几岁？退休啊？有啥做就做甲几岁为止安尼。啊，我80几岁，伊是无落去。无像阮安尼落海。啊，恁敢佫有后一代佫咧做？佫有传承吗？无传。哇，恁算用台湾稀有种啊！吼，海陆这种行业吼，伊这毋是行业啦，这就算讲贴补家用啦，补贴啦。补贴家用。啊，你安尼敢会烦恼讲后壁无人甲恁接？我前2、3年前培阮迄个东北个学会吼，培养大家小海陆。哇，小海陆！你也要学买菜啊？你爱买阮家？你着爱找。无啦，我就结婚啦。两个拢嫁啊，两个拢嫁。啊，若是要嫁得，无法度。啊，你若是要嫁得2摆，第2摆嘛是。1摆就好。啊无啊，查甫嘛会使学嘛。阮海南足济。海南你会使啦。海南安尼我来帮你迄个啊，海南无问题啦。台湾的历史就是安尼，因为咱是一个海岛的国家嘛，所以甲海是足活的，徛足活的。啊，我有甲迄个海陆姐开讲，伊讲其实咱比日本可能搁较早，因为海陆是这个名是因为日本传落来，但是咧传入来进前就已经有这个职业啊，所以我对因敢若钦佩尔。你去啦？伊讲吼，外口有较大蕊的花啦，啊去外口挽啦，啊但是有可能有海蛇爱较犀利，海鳗嘛有哦。安尼地陪，你甲阿姊位遐，啊搁阿伦啊，啊阮2个我甲阿兰伫遮，好。OK。找较大蕊的。好，啊阮遮找细蕊的，啊这你甲阮教。我甲你讲啊这哪会干咯？这毋是迄落这海草。这海草。海草。那会当食？袂食，袂食，好，袂食。垃圾。好。啊，咱就是办这无？好。你这安尼甲看。好。这就是上细的吼。啊，这较青青是毋是袂使？这就是去里头拍迄落去啊。哦。啊阿姨。哎呦，这叫蛇啊！叫蛇啊！寄居蟹啊！啊，这袂当食啦，这是爱保育它。啊，迄边啊，迄有哦，迄拢有雷啊。雷啊！我用互恁看。哇，种雷这啊，这长这啊，种雷啊。哦，这是会当食的雷啊！这就是不记雷。你看阿来啊！这好听呢。安尼洗。啊，洗你对爱用沙。还用沙。沙用尖鸟。哦。用迄把起来食。阿姨，啊，这敢会伤细了？袂啦。袂吼，这会使嘛吼。这安尼上拄好。
个歹的，我觉得个歹。这个小灰了，这个。啊，阮趁这食吼，足艰苦的。辛苦啊，辛苦啊！辛苦钱啊！一节，但是恁讲逐工拢来办？那应病我就逐工来办。应病什么意思？就害咱水坝那个较安全呐。嘿啊，像这即摆考楼底啥嘿啊，啊若找15水搭啥嘿，对，拢来办，就较好办对无？对。啊，规年拢会当办嘛，也是讲石灰是4月15号开始甲4月办，到7月嘛。啊，无共的时阵就无共物件会当。迄落石灰，咱紫菜啥是东北季风10月来。有紫菜哦，紫菜有啊菜。哦，拢是对查某人最好的物件。紫菜就是咧，像这种啊，这拢会生。哦，会生紫菜，啊，即嘛无。东北季风来是第一就是先发头毛菜。嘿，头毛菜发了。就是发菜对无？头毛菜是发菜吗？芽菜啊。芽菜，嘿。啊，就是迄发了，甲发紫菜。哦。紫菜发了，甲发咧蚵仔菜。蚵仔菜。哦。了解。阮若一年哦，这项无。一年365天拢咧办啊。是讲2个月海泥休困啊。哦，2个月休困哦。这个7、8月啊。海泥休落，会使，爱倒去保养一下。好，安尼咱继续，啊，你来空。你无办啦。破去啊！唔是啦，是破去啊！你破，都遮有呢，你按啦，咱就无去。你爱把我按，我猜你去办。我歹讲啊，无猜你办。你这是都叫你老，有互我足济。我想你怪哈你老出是上天下改哦。这个是伊啦。这是足重要的代志，要办好呢，啊，毋过，对，若是无办好就看看。啊，你会晓收水无？会啊。你足够收的哦。我吃海泥第一名。哇！啊，你拢看鱼啊，伫遐收来收去。我海泥我上少年的。你即满几岁？你看我几岁？55岁对。无啊济啦。 45。 50啦。你歹势，我甲你跪，我伊就收，所以你是上少年的对无？看就知啦。讲了像我上少年的。讲了像你上少年。多少岁？这大只的，哇，跳的啊！哎，大杯来哦，倒来哦！这大只的寄居蟹啦！倒来！来，这卡，来哦！好，来检查。好，你先行。哎呦喂！来，大杯我哎，啊你哪只少啦？感动，你感动啊你咧？感动。哎，无我甲你讲，我头拄看到这啦。你惊死啊啦！惊死啊！你看，敢若宝石同款嘞，这大只的咧。啊，毋过你两个真正吼。无啦，阮是咧看内底遐有啥物物件无，就专心咧看。菜拢阮咧办。啊，这鱼啊足济呢。啊你。 好，做啥去？无要紧，一嘛，伊拢用足济，伊拢办足济。有啦，一办足济啦。中豆有啊你。中豆我今日要吃有啊啦。好，去煮菜。去煮菜啊！好，我要煮菜啊。吃好了。拍遮。啊，要拍遮呀？拍遮。路中呢？嘿，无紧。无紧就这领导哟。安怎拍？我来教安怎拍哈。嘿，安尼敢要拍足久？拍一工咯？免啦。免哦。你免10分钟就好啊。 10分钟，安尼紧。安尼。哇！
哦，遮济啦，你看卖。啊，这梨啊，爱甲捡的。梨啊，捡起来吼。哦。啊，你拢是安尼路边伫遐处理着是吧？哦。啊，是讲爱洗啊？免洗，免洗啊。明仔搁洗。哇！安尼算济啊少哈？少啦。安尼少。即嘛咪是阮两个爱拍，因为阮两个。啊，你两个放较少啦，爱拍噶。是安尼吼，阮两个生水算较久啦。哎呀，开袂使安尼规套哦，规套会发烧。会发烧什么意思？啊，就你摸内底是用烧烧。烧烧。会发烧。啊姐啊，姐啊，这石花啊，放食外口吼，咱唔惊伊车。袂要紧啦，你车搞着无要紧。伊算讲咱这若有石皮啊。伊会甲咱石片啊搞啊落去。哦，石片啊就种哦。就是这有哦，这啊。哦，伊的石片啊，啊石片伊车撸去，咱打伊撸吼，就这片啊就落去啊。哦。就惨了。菜稍微，看家哦，弄一下，啊对杯，阿伦啊，对呀，加崩哦，哎，加崩啊，哎呀，哎呦，好料哦，是迄个，这哈，刚好姐，上菜秀来，哎呦，哇，这想要啊，你无助秀一下，你开绿咧。来，坐较过来，这。哇，哎呦，那人来就好啊，佮传出来啊！人来爱炸蛋，人来爱炸蛋路来者。爱炸蛋路啊！啊，阮就是恁的蛋路啦。对啦，哇！啊，今日 boss 讲吼，阮爱较用心的，较有海产的食，会使食，爱用心要甲阮食者。啊，你毋是最爱食你？我爱食，啊，毋过我无安尼食过。用蚵的，是食蚵。好。哎呦，遮大了，你看卖哦！哎呦，你要比看卖，这个手比看卖，这偌大了。阿鸟尾。对啊，这不一半哩。哦，会晓学无？安尼学。嘿对哦，厉害啦！好啦，大家好。哎，足肥的呢。好食无？好食吼。你海胆好食，甲无好食，就明显。就明显，这算讲是海胆汁啊，好食是很老啊，啊这海胆嘛足济，所以代表讲这真正是大的优秀。要摕啥拢有啊？这卤包鱼是毋是只干那个啊？卤包鱼嘛。对啊，因为我外口较少看这卤包鱼。哦，这只大地你看卖。哇！这只大地。大粒的。大粒的。就大粒的。新加坡导游嘛最好食的呢。罐头的1300块啦。阿鸟尾。一罐啊，一罐。罐头啊。而且佫是食罐头是青的啊。对啊，你看这只大地，加醋生吼。因为伊这是肉的。你加醋，你加梅子。梅子哦。哇，你那就是那会像加梅子啊？是安那？甘肉的啊！你刚是阮头拄有看到迄个芝士，是嘛无啊？这是真无啊。哦。你嘛爱甲粿。而且你若食，你会使加迄个油炸粿，恁后边加看卖，你啉看卖。是无？足清啊！足清的。而且感觉内底足侪迄膳食纤维，对身体就好诶。啊，石花咧都。石花咧拍啊！啊，无咧顶悬哦。要食石花咧点啊？石花等下咧煮啊，煮一下。哦，还未煮好呀。袂啦，石花落去煮过，才会冻迄个胶。胶质才会出来。我想讲你要泡2点钟啊，无看到石花。这是山胡茶那个凉拌菜。哦。头先我冇捌着嘛。我只看到鸭肝菜。鸭肝菜就是这哦。哦，有够脆呢。系啊，伊你要看起来有生鸭肝无？有哦。安尼就是鸭肝嘞。鸭肝。我想到啊啦，阮会使甲两位姐姐讲阮的计划啊。因为阮要行销这福利嘛。啊，阮昨有想到一寡
方法，看大家来耍的时阵，安尼耍，你听看卖好耍无？就是讲，因为阮昨有去爬迄古道嘛，阮嘛有看海影嘛，看到足侪海影嘛，有去看到迄飞龙岩。对，阮有想6个点啦，等于来的人的人客，这6个点拢爱去过，拢爱转因啊，伊就会安尼全部算过，走透透安尼。对，转因啊了，迄因啊，甲变做1巴肚啦。对，会使变做1巴肚。安尼真好啊。对。阮即马有6个所在是算迄飞龙岩嘛，飞龙岩嘛，飞龙岩的敢若恐龙的尾溜，伊有恐龙就有伊生卵，够有卵。嘿，阮搁看到迄鸟啊的够洗白，对，鸟啊够洗白，还有迄够秀，国秀，后连国秀，遐海印就水。阮嘛咱头考连国秀。你嘛是，你的毕业证书嘛是？有啊，真假？我迄阵啊毕业证书，毋是伫水底，是都会海底啊，毋是咧跑，毋是伫教室的，无安尼啦，无安尼。啊，然后因为阮有去行迄古道嘛，头到尾咱拢囥迄个婴仔去互入口甲出口啦。重点是哦，伊全部收集了哦，佫会使换一个小礼物。对哦，换小礼物啦。对，小礼物最重要的。对啊，但是小礼物要送啥，阮还袂收着。哎，慢慢来，慢慢收。就敢若收集迄种7龙珠共款。系啊。就会当啊，就会当哦。你讲上海蛋吗？啊，既然海陆这嘛感觉袂歹，阮来分配。我甲阮的这个美术组瑞哥，我是甲伊讲阮的 idea。好。啊，你会使做？我可以做迄豆腐啦。恐龙的头，因为迄上爱有豆腐嘛。对。我爱便当比赛，我想办法。啊，阿伦呢？阿伦你就螺刷啦。哦，你螺刷。对。因为新加坡人知影，你来规划。来点嘛。对啦。我想看嘛是。啊，做行较好啦。到一个所在是起点，还是起点？对。啊，阿兰。那安尼我就来想看卖，这个欧米亚给是咧是啥物物件？咧送啥物？对，礼物最重要的。送你的 CD 啊！安尼代表你的 CD 都真济哦。CD 活滴敢袂使？嘛袂下。安尼咱哪食饱，咱来去，咱去康会。啊来，辛苦啊！辛苦啊！哎呀，这坐来啦！哎呀，来，辛苦啊，就欢喜的，感谢你。台湾西游种。啊，爽。给西拢在内底啊！哎咻！哦，参详一个，参详一个，开会一个。来！这个是阿鸟尾哦，咱蕊传好来哦。对，咱的美术组。阿鸟尾哦。传好啊！这就是因啊。透动的。有无？有啊。这就是全部甲断入去了，算作完成啊，完成品，嘿，啊要为倒一个开始断？我感觉这火龙岩。好，安尼一人拣一项，好来，一人拣一项。我来捌这个。嘿，啊，莫伤重哦。嘿。啊，你当然当来会带呢。我来当海波龙。海波龙，啊你咧？猫啊，我来一下选一个。哦，无用好，你看你无用就好啦。所以爱甲用个胶啦，嘿，用个胶啦。哦，这最好耍的呢。嘿啊，来正。对啊。一只安尼。嘿。海波龙。起来，有水，会使，有水。我口笑。
你会使卖出声。系啊，你迄声怪怪的。嘿咻，嘿咻，嘿咻，啊，你可以猜。哦，你看，你看，有诶有诶，啊，我这。这是恐龙卵。恐龙卵。恐龙卵。来等了。哎，搞我搞。会给，哎，性，我你要性感觉。你把歪去啊？啊，就是啊。因为我要试看。这鸟啊，伫咧恐龙卵内面呢。啊，换你。换你来。这个。红色的。红水乌大斑呐，吼。来，你要演啥？来，你要演啥？来，卡真漂亮！哦，你这个咱人师呢？无啦，我性感小野猫。喵。好，起来。好来。这个敢若有少咧，啊，这个敢无？这个袂呢，佫有这个啦。啊，这上过一个，因为咱高度有力气的所在嘛有出来，出口甲入口啦。人生的出口。有头有尾啦。好，换你性感一下。性感，换你性感。换你性感。伊敢无法度伊做妈妈。伊安尼。你安尼。这是无法，我懂，来啦。来，好，来。阿娘喂。好，来。看卖啊！哦，这个是，嘛是袂歹呢。对啊，写就觉得就好破。对无？阮的蕊足厉害的，因就甲阮的想法发作是现实的，所以阮的转因仔的时阵，哇，迄个色啊，啊，佮有迄个形，甲阮想的同款，一模一样啊！我感觉是一个足好的物件，会使放喺厝的，你做纪念，对，也是要放喺厝内底当书签拢会使。你袂记阮去火龙岩爱有豆腐嘛？爱有豆腐。豆腐啊，传好啊，等下。啊，我爱先去看豆腐。好啊，来看，来。迄阮咧抢迄蕊来，帮阮做伙准备啦。瑞哥，来这护地背。护地背要来拍开啊！哎呦，紧张，切开！好来，摕出来。我甲咱炸掉的。来，摕出来。啊，咱这，这两嘛咧食啦。这来爆蛋，拉力卵啊！拉力啊！拉力的卵呢？哎，高水呢？紧，地看买啊！来，阿妹。你用这样你铺咧就对，爆蛋，泡卵安尼哦。对。咱若是伫火龙岩吼，咱就是这物件甲浸落了后，啊泡一个卵，啊火龙岩在后边，安尼，敢若烤肉嘞。啊，嘛会使安尼。对，亲像飞龙，飞上天，就是这个意思吼。但是因是要去倒位摕，啊，然后伊若摕走安怎？对，我甲你讲，我有准备。地图，地图。哦，地图。哦，来，这。因为这对啦，你你做新跑的呢？你个以后拢安尼好无？我规世人拢安尼啦。你规世？伊店是干妈店。哦，因为安怎讲？干妈店。豆腐咧，你个豆腐放干妈店。因为干妈店这有所在卡路会使放。对哦，啊而且你若要为遮厝话，你会使去遐买一下水。对。像我去讲食迄鸡卵冰，你会使行，还是你徛咧卡达车？啊，拄仔来看到足侪。第二个点是这火龙岩啊！火龙岩拄好你做这豆腐嘛，啊徛去火龙岩，啊甲火龙岩翕相，袂歹。但是伊若全部像安尼，全部断了啊，是要送伊啥物礼物？对啊，这就是我有准备啦。哦，你准备哦？有准备哦。乌米仔鸡，我嘛是有咧做代志的吼。你看这辛苦呢，拢顿，结果。对啊，爱有一个互人想要顿的环境。这啥物物件？啊，这吼就是吼是个寿司肯纳啦。这好看呢。啊，就亲像咱的迄个社群同款吼，会使翕相，啊翕相就敢若是个 IG 的发文。哦，我知，我试看卖。试看卖啊！你安尼？在拍卡呢。安尼啦。对。来，我是翕你哦。有哦。啊，你踢果水，你用猫果水。猫面敢会讲我的，我皮肤就帅。智能衫。果水诶！果水你看，是毋是？你看，
修修，心。哦。恐龙。恐龙。你就是啊。恐龙。好来。是啊。恐龙啊！好，你敢若直接用会中呢，五个啦。啊，还有写迄来，大吉爱你，对无？哎，这就够水。哎呀，够这啦。啊，这叫做啥？祈福卡。祈福卡啦。我知啊，就亲像有的时阵，咱会使写愿望，对，啊，甲伊翕相安尼。考100分，啊，幸福美满。开演唱会。开演唱会大卖。啊，搁有你的愿望嘛，会使写迄个祈福卡，祈福卡顶悬，我感觉是足有意义的，就是袂敢若讲你敢若来遮耍尔，你会使甲来遮耍的一寡想法，啊，搁有你对人生的可能有一寡改变的所在，你会使写喺这张卡顶悬。我感觉柑仔店进前，迄敢是一个贩卖梦想的所在。安尼足够水啊！会使，我感觉这个位差不多。遮柑仔店先头一个拍卡的点。恐龙2放假。好。哦，刚刚是嘟嘟好，会使。哦，会使。对。好。啊，这就这甲摕出来。摕出来。好。看是附加啦，手我卡吗？啊，袂歹哦，手我卡好哦。哦，阿弟你讲啦，互动的。OK， 会使。好。伊是咱遮种的啦。好辛苦啊！来看遐水的所在哦，啊，恁安尼有法度啊，无法度，甲咱好好的营销。我已经甲恁这边行销福利你想好啦。啊，谢谢，感谢。柑仔店头一站，请头一站，请。遮吼就是恁扫 QR code 入来了，就会使知影要安怎算福利你。头一站开始。好，来行。来，校长、里长，这是咱设计头一站。来，柑仔店遮有无？柑仔店有放阮咱的道具拢在遮。有，来，请。看到无？这咱的迄个火龙岩的恐龙，哦，火龙岩恐龙，你看觅。啊，你看，来地图来介绍一下。哦，因为咱有六个所在嘛，所以6个所在有照这个顺序啦。咱头一位在遮嘛，柑仔店嘛，啊，然后就去火龙岩是第2站嘛，火龙岩了，古道，徛铁马徛去咱古道嘛，古道入口有一个，啊出口嘛有一个，安尼就是3+1就4个啊，啊，就行，行去咱这个福联国小。哦，遮嘛会使翕相，哦，拍卡，就水的所在，对啊，就恁去创去唱水的所在，啊，最后就咱行啊，这个告示牌啊，猫的这个告示牌啊，嘿，安尼有算讲
完成咱6站的。对，啊，伊最后佫甲这道具摕倒来放。 安尼伊就洗一个了后呢，全部拢收集了，会使佫换一个欧米亚给。够礼物咯，对啊，因为安尼是无简单啊，这6个所在拢要收集伊来佚佗，安尼踅一轮啊，真正熟悉咱福联里。对哦，这个有一个奖品哦。哎呦，搞我乐节来先。好，安尼对，这毋是礼物，这是道具，这是要摕去翕相的，甲火龙岩翕相，无就是卡甲其他所在翕相拢会使。对，无咱带你来去翕相，你就知啊。带你来去翕相，你就知啊。这嘛要邓囡仔，啊你两个嘛爱挂一个，啊你要倒一组。邓囡仔。来来，校长一人一个。这左右拢校长甲你长来，啊校长咱安尼，你帮我提一个。哎好。 哦，会使啦，我帮你用。啊，鸟喂，哦，足够水哦。够水。威廉在咩代志啊妈？好，会使。恐龙校长。来，你若就够行。啊，两爱炸的吼。我炸者。好，行。好，行。这啊，内底会有鸟翅，啊，要安怎使用呢？就安尼放入去，放入去了后吼，才拍开，拍开有即个印泥，来，啊拍开，你试看卖啊。你先来，登落。啊，加豆正边出够劲的，这两啊袂，你看，正边甲豆边这两个拢爱有哦，拢爱有色。看镜迄个啊，要确定者。更潮。水要来出来，哇，好看起来，哦，有无水？哦，恐龙卵就有啊，赞哦，哇，恐龙卵成功，校长嘛试看卖，啊，校长底下呢，有啦，安尼就有啊啦。哦，我刚刚看到我的爸爸，我嘛感觉怪怪。没啦。好，对，会使。赞。啊，这个厝有无？伊就是会使家己放入去，收起来安尼。啊，这嘛会使安尼放咧。啊，这就去找迄个。第2站。来，校长你来，威龙来，这算讲咱的第2站啦。来，我先来吗？好啊，校长先动啊。来，后壁这就是威龙岩。会使来翕相哦，像安尼翕相。啊，后壁佫看哪孤山岛，你看看嘛。孤山岛，等。水啦！哎呦，飞龙岩吼，赞！校长，啊，咱来翕相啊！加这恐龙卵来，咱来打卡拍卡者。等下要帮我去。好，来，我来帮你去。好，就炸出去啊！我用力。来。耶！有水吼，水哦！好啊，甲阮宣传一下吼。山岛咧，水哦！赞。第三站吼，猫来高度吼，猫来高度。阮得靠迄手啊卡下卡。好，到位咯，来，拍卡来，拍卡。高度的，来入口。哎，才对。来，第三站吼，猫来高度吼，猫来高度。入口，这入口吼。入口一个，啊出口一个。对，安尼才对。哦，啊登落。水。猫来高度吼。下较悬呢，来。较悬呢。水哦。灯啊就焦的哦，校长，高灯。有水。啊，你有来。第三站，成功啊！好，你家，高啊！来，出口吼，来高度出口来，打卡。哇，这个完成啊！好，家己就生干嘛？干那囡仔。重新弄出来。啊，感谢恁甲阮提供吼。
一对去，引落，哎呦，水啦，好定我你，来，好弟就用心的演呢，好，你有成功无？有成功，就有成功，有成功哦，是吧？对，第四点吼，包来高度成功，成功。加，菜金老推啦，菜金老推，来，拍卡，啊，再个条问。 OK 哈，来，麻舌的哦，敢若海波浪的哦，海波浪哦，炖好食，这对人听啦。嘿嘿嘿，哎呦，第五站吼，菜金老推吼，啊，够咱好丢啦，第五站，来这阮兜呢，恁兜啦，哇，你今日穿西装，险啊，认袂出来。因兜啊送相。 平常时啊，叫引导呢。是龙柱，张是龙，对龙柱。来，同款引导的。好，水哇！水耶！哦，拢最好炖的啦。最好炖。后丢定定炖迄，考试，你毕业甲你炖落。来，耶！哎耶！上水下吼，来。 哦，一下，来，位置站，哎呦，这乌色的哦，乌鸟哦，你甲炖落，你就知影鸟出现伫倒位啊。这个水愈来愈好啊。这个招牌有水也无水。对啊，上做的。哎，阮你的设计出来。你设计出来。所以讲，咱来这佚佗爱注意哦，爱护动物，嘿，爱鸟啊吼，会出入。好，水咯，赞哦，来看，哇，来对，乌鸟，来。 啊！我看到里长甲校长，因两个咧转婴仔的时阵，吼，转甲足欢喜咧。袂输伊嘛，敢若18岁转去甲细汉的时阵安尼。即届来福连里其实遮足水的景色足多，所以阮甲安排了是一条路线，你会使为这条路线哪转啊哪耍啊哪欣赏遮的美景。 即马遮吼就是领扫 QR code 入来了，就会使知影要安怎耍福连里。头一站开始。好，好嘞。头一站会有这个恐龙人，吼，这厝内面的印尼家己体。有一个抽屉的感觉。嘿，安尼甲放下去。安尼哦，放出来就会洗纸呢。好，来第二站飞流洋，来伫遮嘛是会使看到这种，对，啊，伊的风景就是洗纸安尼，有无？亲像恐龙的飞流无？好，来。 秀一下，是，哎呦，被完成啊！哎呦，耶！第四站，猫来高度的出场，对了，哎呦，愈来愈水啊嘞！耶！第五站，福连国小，海印哦，哦，飞落去，啊，个有足水的彩青哦，是，耶！哇，哦，乌鸟。 完成咯！安尼就早去换你的小礼物咯，奖品。会使翕相，敢若是个 IG 的发文。来，我先去你哦。看看有。耶！恭喜完成啊！好，恭喜！谢谢，对啊，哎呀，重点来啊！恁今日吼完成咱设计这6站啊，看卖者，恁有满意无？讲真正。真好设计，真好设计。对啊，现在搁真水。好。对，但是还袂结束哦。安尼会使。嘿，因算了了，对无？会使来换一个这。咱阿南仔来看一个。这寿司圈啊。嘿，寿司圈啊哦，咱来示范一个吼。啊，你有手提啊？我来帮你。来。因为这算做足新的物件，这外口足少看。这就是设计你配合人的翕相的。啊，这个1、2、3。
有无？安尼。哦，安尼啦，安尼进行哦设计。哎呦，安尼啦，安尼哦。你就是。哎，安尼我后盖会使做我的头贴哦。你有用迄头贴。赞你啊！好吃个，精高设计，精高设计，进行精高设计。啊有进步哦，是你完成的哦。我来哦，1、2、3。后来你帅校长，好定啊，都是做。有无？你来对，精高设计，精高设计，精高设计。这少年人精高设计，精高设计啊！因为这不管是老哦，这游客一定会介意。哦，这个歌手咧，这游客一定摆。今日安尼吼，恁安尼设计安尼吼，福联你绝对成功。成功啦！哦，你会使甲成功写做。小等一个购关卡，来写这下。起福卡，还佫有这哦。嘿，写起福卡进前呢，2位有足重要代志，就是。哎呦喂啊，我足紧张啦！来哦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哎呦！拍分数哦，来，真好。哇，你真辛苦，安尼真好，大安足高的，足高的，真高的，往头安尼设计。哎，我是最好有你足高分的，真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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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真高，真高，最高的，谢谢你，安尼甲阮提供，哎，真好，真好，哎，好听，嘿啦，哇，这艺人吼，啊，甲这个公司这样拍拼安尼吼，就感谢你啦。基本5十吧，你有好丢讲者啊，好丢敢若面有难色呢吼，啊，可是你要考虑一下吼，哈，60有啦，哈，60哎，70，基本的吧，80啊，无够啦，无够啦，无我是看卖啊，好丢啊，无啦，咱唱水的时候吼，哇，迄实在足厉害啦。我是猜你哦，是阮咱最早拢唱到这边，唱到这。好，安尼，钟磊。电台这艺人也好，这工作人员会拍拼，感谢恁哦。无过阮福气连连的福气吼，啊有恁个安尼加持安尼吼，更加福气啦吼。所以欢迎所有游客拢来阮福联里佚佗啦。你叫你敢要竞选呢吼？系啊，一定会对啦，会对啦。想袂到这摆帮福联里进行地区的行销，恁嘛会当表现遐尼出色，相信观众看到恁做的 Vlog 影片。阁有遮尔古锥的地区行销细项物啊，一定会当吸引更较侪的人来遮佚佗，促进遮的经济发展，甚至吸引更较侪回乡的少年转来就业。期待恁继续用广告创造更较侪奇迹哦，加油！啊，上尾啊，会使写恁的愿望哦，来个写啦。OK。我写来。来福联，来福联，吼，哦，互你福气连连，水啊，有无？福气连连绝对有的哦。啊，你要签名一下，好丢来写了好丢，哇，就期待好丢的，写哦，好丢，公告，哎，佫写坏的哦，哇，哎呦，大心啊！好，因为李娜龙这水，好，哇，安尼。哦，耶！愿望会使挂起咯。有，该挂起哩。我是九辉。来福联，互你福气连连。我是广告 star，广告连连。我是来，互你来。你刚才在聊，来，隆重来啊！我是来福联，互你幸福连连。我是心情海女，我希望这个海女莫失团。对，莫失团嘞。莫失团啦。会使看到愈来愈多海女来遮。对，海胆最好食的呢。对，啊，还有咱海菜。好，安尼看起来咱广告 start 有成功哦。成功！成功！太好了！希望以后来遮耍的人都会使来观光。对，甲员工去顶悬。希望
才会慢慢。啊，才会愈来愈满，愈来愈满。对，圆圆满满啦。对，满满。谢谢。嘛多谢校长甲李长宏这个机会啦。啊，你陪我。多谢你的辛苦。感谢感谢，继续讲支持，讲杀 case， 吼，看有像需要。我只帮伊拍广告。对，哎，你介绍拢拍钱，吼。来，啉茶，啉酒花。